去年底，台南迎接厝边公车，更是全新引进的 Model T 电动公车，成为优化公车路网的第一步。不过，议员李启伟近来接到民众反映公车班次减少，囡仔等1点外钟才有车，所以强烈要求交通局提升公车服务的质价量。一班安尼等真久有当时甚至伫遐等安尼有一班无一班的一个情形这个有向交通局来做一个反映关心这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有那除了司机的欠缺各有因内部的管理也都有一些的问题那经过之前的一个关心了解所以也要求我们交通局加强辅导做好监督。疫情期间，因为公车需求减少，大幅度减班，造成司机纷纷换头路。不过现在运输量已经恢复到疫情进前的90%左右，只是司机人力拢转到其他运输产业，并无转来。对此，交通局表示，已经向中央争取驾驶薪水补贴等方案来应用。市政府嘛，全力来甲中央争取有关公车驾驶人员的薪水的补贴，希望会当来甲薪水增加，互公车的驾驶会当搁留落来，甲市民呢来提供最好的公车的服务。公车司机欠人，不止台南，全国拢同款。目前台南有417台公车，司机也欠30位，所以希望班次会当做上好的调整，人力一步一步补齐。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